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16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静老师啊。今天这个沪指走势可以说让金融消费者虚惊一场。三大指数早盘下挫也是跳水，然后午后都探底回升。截至收盘，沪指跌0.26%，深成指还涨了0.19%，创业板指数涨1.4%。这个成交额2.3万亿也还不错，而且这个股票也是涨跌各半，就一半上涨一半下跌，没什么好说的。只是这个沪指留下了一个长长的下影线，而且跌的时候是放量，弹的时候没有量，那这些都是隐患呢，预示着后市恐怕还不稳。这个胡适走到这个份上它后面怎么走都有可能，因为某种程度上已经控盘，就指数这个傅鹏不已经说过了吗？未来很有可能这个指数就是在4000点，但是散户赔30%，会出现这种状况那现在呢，社交媒体上各种哭爹喊娘的这种视频又多了起来，散户抱怨的赔钱的亏钱的越来越多。有网友说今天虽然指数跌的不多，但我的资产却缩水不少，因为站错队了，也就是你的股票对吧，选错了，你可能5个点就没了，但是指数没什么太大的变化这个一下一上，你看它又回来了，但是你这个账户回不来了。这两天比较火的是315晚会这个315打假居然重点还介绍了一个荐股骗局，这个在咱们这个节目里面对吧，恨不得每天都有或者隔三差五咱们就要这个报道一下。那当然了，都是央视或者其他媒体报道的这些骗局，包括什么法治在线但是你看这个315又报道一次，这说明什么呢？首先说明现在这种骗局非常普遍，非常多，媒体就是天天报道，照样有人上当，就照样有人这个闭着眼往上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所以说这个网上这个梗说的还是对的就是按智商重新再分配一次这个财富。他有的人他以前因为经济形势好的时候，或者是其他原因各种乱七八糟原因，莫名其妙就赚了一笔钱，完全是运气意外。那现在呢，就要凭本事把它赔掉。就是这种骗局他都能上当，那说明他的智商不够不够他为什么能赚到钱呢？手上还大把的钱呢。所以这个让很多网友很苦恼，各个网友都觉得自己还可以，但是手上没钱偏偏是有钱的上这样的当。这次315晚会曝光的这个荐股骗局主要是指什么呢？叫市场上一种名为荐股做票、盈利55分成的股票投资业务，吸引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也天天看我这节目的人就不应该上当。当然了，我也不能那么绝对因为毕竟还有好多人看我节目的，那照样对吧，积极的参与这个赌局那他认为自己很聪明，只有对吧，等他裤衩子都赔掉的时候，他才悔之晚矣这种荐股做票、盈利55分成，还吸引很多投资者关注，这能叫投资者吗？这就叫这个赌徒关注正规投资机构的业内人士提醒记者，眼下网络上这种所谓的荐股分成的投顾业务，很多都是不法人员冒充正规金融机构实施的诈骗行为。推荐的股票如果获利，不法人员即索要分成，一旦股票下跌，不法人员便销声匿迹，补齐亏损就是诱惑消费者上当的话术。这个记者在网络上与多个开展荐股分成的业务的机构取得联系，其中一家自称天顺投资的机构吸引了记者的注意。按照这家机构客服人员推荐，记者以18.8块价格买入2000股某只股票，然而之后的半个月，这只股票一路下跌。你说这不是牛市吗？这个牛市还有这样的股票吗？半个月一直在跌的吗？而且这还人推荐的，这谁推荐的？胡适还有这样的股票是半个月一直在跌的，那不是裤衩子都赔没了吗？指数可是在4100点呢，来回震荡。这个记者也不容易一买就买到一只这样的股票。说记者不得不在亏损8个点后割肉离场，记者与客服人员进行视频通话，就此质疑。就在视频通话一闪而过的画面中，记者发现客服背后的墙面上赫然出现了新奔科什么信息咨询有限公司几个大字。记者查询发现，也就看到那个背景墙上跟着那个 logo然后记者就去查这什么公司这家公司位于遵义，没有取得任何金融从业资格，并且对外招聘电话销售。随即记者前往遵义市，成功应聘了该公司电话销售的岗位。这记者也不容易公司的业务负责人来总，这个
来总不太好啊，向记者介绍公司工作的具体内容，就是按照准备好的话术体系，每天拨打电话寻找筛选有意向有资金的股民买进指定股票。姐，你放10000个心，我们会把风险控制放在第一位，赚钱第2位。我们的股票都是联合多家机构调研得出的，不是随便给你一支的。话说的斩钉截铁，就这都是话术啊，就骗那些打电话的那些人呢，就是接电话的那些所谓的投资者啊，骗他们上当的。但是来总对客户的损失并不在意，在被问及客户亏钱怎么办时，他竟直接表示凉拌。这家公司每天推荐给客户的所谓机构调研票又是从何而来呢？一位客服向记者透露了真相，机构调研票只是蒙骗客户的幌子，推荐的股票其实是公司老板自己挑选的，公司就是靠老板随意指定的股票，利润客户自有本金交易，蛊惑客户购买，然后按照盈利分成的模式开展业务。这些随意指定的股票中总有上涨盈利的，因此赚钱的分利润，亏损的就玩消失，构成了公司稳赚不赔的所谓荐股业务。这个视频啊，大家自己去网上找着看去吧。我只是介绍这个骗局啊，这个骗局啊，实际上但凡脑子稍微正常一点的，就稍微清醒一点的，就是受过9年制义务教育的啊，都应该知道这就是个骗局。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对吧？他说赚钱55分，你出本金，你去按指定的买了股票，赚钱你给我分一半，哎，赔了钱我给你补齐，哪有这么好的事呢？这不就是稳赚不赔吗？如果是稳赚不赔，那他哪有功夫在这给你打电话动员你去买啊？他稳赚不赔，他自己这不就成了巴菲特了吗？是吧？他想方设法的应该去多搞本金，是吧？加杠杆，把房子卖了，还有空在这雇人打电话学雷锋，是吗？你想稳赚不赔啊，你要算上复利，你比巴菲特厉害啊。所以说啊，这个一看就是骗局啊。但是有人啊，他就相信，对吧？别头脑简单嘛，你没受过正规的教育，有受过9年制义务教育的，想一想应该能明白。但是今天我想说的是什么呢？今天我想说的是这些记者、这些客服、这些工作人员，就是所谓的啊，这个叫什么新奔科公司啊，你这些员工都知道自己在干犯法的事，这就是我们看新闻、看这样的报道，我们要得出教训。就是我们很多网友对吧？你要找工作，你要知道你做的是违法的事情，你第一时间对吧？赶紧走人吧！你还在那儿打电话当客服，你知道这是诈骗，对吧？你现在挣得越多，以后让你吐的越多。你看看这中植系啊，那么多啊，什么财富公司爆雷以后啊，有的没爆雷啊，只要被公安机关一立案，那些财顾对吧？那些基金经理，那些什么乱七八糟的管理层啊，这员工都得退钱呢，不退就抓人呢。赚钱的时候容易啊，你从公司赚了500万，你要交个人所得税交200万，大家知道吧？200万都不止。但是金针让你退的时候，还是按500万退。你说，哎，那还有200万税是国家拿走了，人不管，你哪有那么多钱退啊？再说呢，对吧？你到手的200多万，你花的差不多了，你让你找500万退，你就是破产。所以说我们看这样的报道，应该第一反应就是，如果你找到工作啊，你知道这公司在干违法活动，这搞诈骗骗钱，对吧？那第一时间啊就赶紧走人，你哪怕没工作也不能干这事啊，因为这钱你拿不住啊，有命赚没命花。这些骗子吧，这些老板他可以，因为他钱多了他可以跑啊，人家早有准备事情一败露，人家就跑到国外去了，移民了。你这挣个3瓜2枣的也不够移民的，何苦呢？当然了，事到如今啊，还有这么多人上当受骗，这确实是活该啊，一点都不值得同情呢。有网友说啊，在中国啊，其实很好赚钱，只要你懂得让傻子开心。中国市场是个傻子市场，可以观察一下，凡是抓住了傻子的人，基本上都发大财了，而那些执着于跟聪明人较劲的，基本上都快破产了，没毛病啊。所以我在节目里面不厌其烦的提醒啊，建议啊，就是作为普通人，作为牛马和韭菜，不要老想着买个什么东西一卖就赚钱，把这种想法从根上啊给它去掉，你就好了。你想上当想受骗都不会的，你上不了当受不了骗，对吧？你就要把你这种啊，也不能叫不劳而获吧，就这种就是想法，哎，把钱拿出去什么周转一下，然后回来就加倍了，就多了，把这种想法都从根上去掉。牛马韭菜就是出卖自己8小时，出卖自己的身体，你就这点能耐啊，不要老想着什么投资啊什么这，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环境，老想着自己成为巴菲特，对吧？老想着自己拿个几万几十万的往那一放，就衣食无忧，就能财富自由，就能改天换命，就能上个圈层，这都是不切实际的啊，这叫误入歧途。我们还是看一看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老师啊，最近啊很难得啊，这透露了一下他这个股票的收益，他是怎么透露的呢？当然了啊，是在他为他的老朋友伊朗在洗地的时候啊，在为老朋友伊朗鼓如呼的时候，顺便啊
透露一下他股票似乎是不太美妙啊。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是在周五啊、周六发了一个微博，说前2天有老外请我吃饭聊天，这个我对吧？作为这个一个网友吧，或者一个粉丝，我提醒一下胡锡进老师啊，少跟老外吃饭，因为现在国际安全局势啊，这个比较紧张，对吧？安全部门3天2头的提醒，对吧？你没必要、非必要不要跟老外在一起聊天、吃饭什么的，尤其是胡锡进老师这样的，对吧？位置这么高，虽然退休了，但多少还是有一些国家机密或者叫涉密，你要知道的多啊，所以最好啊不要跟老外吃饭，你别哪一天进去了啊，你怎么判断你吃饭那个人不是摩萨德的特工呢？说不定是胡锡进老师最恨的人，或者是中情局的，胡锡进老师第2恨，人心隔肚皮啊，所以胡锡进老师啊最好不要这个跟老外吃饭，对吧？这个加涛老师不就是跟老外在一起染乎，跟那个俄罗斯人是吧？又是吃饭又是收人家蜂蜜，出事了吧？前车之鉴呢。但这是题外话啊。这胡锡进老师跟老外吃饭，说老外问他啊对伊朗战争的看法，胡锡进老师说我实话实说。所以我在节目里面不止一次的说啊，就因为很多老外啊，尤其外国的媒体，他们了解大国啊，他们是看胡锡进，也或者把胡锡进当做一个指标，当做一个窗口，所以胡锡进的影响力大呀。所以我们才聊胡锡进老师啊。胡锡进说啊，他说我觉得美国以色列太霸道了，我希望伊朗奋起反抗。你看啊，他说的就是美国以色列霸道，但是他也没有说美国以色列不对啊，他就是霸道。霸道什么意思啊？是吧？霸道有的时候他不一定是错吧，他就是行为方式比较这种不容置疑、不容商量。但是没有说美国以色列倒行逆施，对不对？野蛮。所以胡锡进老师说啊，他觉得美国以色列太霸道了，我希望伊朗奋起反抗，而且多给美国搞些损失出来，绝不能让美国太顺利了。你说这是什么心态啊？胡锡进老师这骨子里面是吧，叫没由来的恨。也就是说，这个美国以色列太霸道，但是他对的错的不重要，反正他霸道就让他尝尝苦头，反正挺乱的啊。他说，所以啊，我写稿的时候完全乐见伊朗把战争打成持久战。你看看他都是什么心态啊？胡锡进老师劝乌克兰投降，对吧？胡锡进老师认为俄罗斯打乌克兰那是应该的、正当的。到伊朗这儿，他也希望伊朗打持久战。然后胡锡进老师话锋一转呢，他说，但另一方面，我炒股，说战争把股市打下去了，我亏了。有点战争可能很快结束的消息，股市就反弹。说，所以每次看盘的时候呢，我就希望多有战争已经达到尾声的消息。这种心态啊，只在什么时候呢？这种心态一般只在你炒过股的人都懂啊，只要你做过股票的懂。这种心态只会在你是在那个盈亏平衡线上的时候，往上涨一涨你就赚钱了，解套了；往下稍微跌一点你就被套住了。你只有在这种时候你才有这种心态。如果你啊，我假设一下，你这个时候你手上的股票已经翻了1倍了，胡锡进老师投入70万，他现在市值140万，这个时候啊，那股票波动个10%对他无所谓的，20%也无所谓啊，他不会说我天天盯着啊这个中东的局势，一说战一打完了，那边股票就弹一下我就高兴，我就这个不亏钱了。所以我分析啊，就胡锡进老师恐怕到现在为止啊没挣什么钱，这个也符合这个散户的这个规律啊。你别看他整个牛市他都参与了，3000多点进去，3000点进去了吧，现在4000点，涨了1000点啊，但是胡锡进老师恐怕没赚钱，就是赚钱也非常少啊，也恐怕也在5%、10%之间，稍微往下跌一下就不见了。所以他就被这个特朗普发动的这个战争啊所困扰，所以他很矛盾，一方面希望这个仗打长一点，给美国一个教训，一方面呢也希望这个仗赶紧结束，要不然股市就要给他教训。你说这是闹的。所以我说啊，中国的散户不容易啊，炒个股你防天防地，对吧？你要防这些做假账的，你要防这些大股东，对吧？你要防这些操纵股价的，完了你还防特朗普，那你说你这没法弄啊。特朗普你防得住吗？他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你看胡锡进老师现在就是被特朗普所困扰，但是胡锡进老师他搞错了啊，如果真的打成持久战，你也不一定就给美国造成多大损失啊。美国没什么损失，有啥损失啊？那就对吧，要报废的那些武器扔下去又能怎么着吧？这美国到现在为止才死10几个人是吧？好多都是乱七八糟不知道什么原因死的，对吧？那飞机掉了几架，那都是友军误击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美国空军啊，你就日常训练也有可能飞机掉下来，很正常啊。所以说不要认为这个会对美国造成什么大损失。胡锡进老师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他认为啊，只要伊朗坚持，美国就扛不住了。只要这个镇关西啊咬牙
家挺住，鲁提辖就打不动了，打不动他就认输，就这意思。现在战争已经进行到哪一步了呢？胡锡进老师他不愿意看那个真实的，对吧？他就是看那个伊朗那虚假宣传。现在美军和以色列啊，这个就是非隐身战斗，就是不是 F-35、F-22这种啊，就是那种普通的大黄蜂啊，或者什么 F-16啊什么的，就是普通的这个战斗机已经在伊朗上空叫制空。现在已经不是用什么防区外武器，什么这个远程精确制导武器，那玩意儿贵嘛，对吧？那玩意儿一枚几百万美金。现在是用对吧普通的涵弹加个套件，甚至有的飞机据说拿机炮啊，那飞机上机枪开始扫射。照这个趋势下去啊，什么 A10对吧，阿帕奇恐怕都要上了。那武器越来越便宜啊，伊朗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啊，伊朗的还手就是在嘴上，对吧？煮出来鸭子嘴硬。所以胡锡进老师你说这个心态只能是双输啊，盼着美国受教训，盼着美国吃亏，这美国也吃不了亏。结果美国没吃亏，他股市吃亏了，你说这叫什么事？你找谁说理吧？然后胡锡进老师他又说啊，他说我个人觉得中国社会的深层心态也是复杂的，一方面大多数人都很烦美国的霸权主义，希望看到伊朗顶住，回扇老美一巴掌。可是另一方面，堵住霍尔木兹海峡，油价高企，溢出效应巨大。中国虽然不像日韩那样脆弱，我们的能源来源多元化，新能源高度发达，但高油价毕竟会让我们产生连带损失，战争拖下去，中国是承受代价的之一。这胡锡进老师说一大堆啊，咱也不知道到底怎么回事啊。总之是不是油价又涨了，对吧？牛马韭菜去加个油，好像一箱油又多了几十块吧？哎，这就是买单呢？这是为谁买单？这就是为伊朗堵霍尔木兹海峡买单。胡锡进老师不是拍手称快吗？怎么现在又觉得啊，轮到自己加油多几十块钱的不开心了，不高兴了？不是呼吁这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吗？然后胡锡进老师又说啊，他说我个人相信啊，中国社会整体上希望和平，而且是公正的和平。没事打什么仗？和平不好吗？重要的是美国别太霸道了，不要把一些国家往绝路上逼，对小国条件投降起步，别太信奉暴力可以解决一切。打个伊朗如此费劲，之前伊拉克、阿富汗教训还不够吗？要我个人说，双方先无条件停火吧。什么叫无条件停火？那不就是让卢提辖就驻守不就完了吗？这胡锡进老师很有意思啊，总之他就用他个人来代表中国啊，他怎么想的，他认为中国就是这么想的。所以外国的媒体啊，外国人就通过胡锡进来了解中国。美国太霸道，把一些国家往绝路上逼，对小国的条件投降起步，这是胡锡进老师故意的混淆视线啊。就是国家是国家，对吧？政权是政权，神棍政权现在还能不能代表这个伊朗，这是个大问题啊。就是把神棍政权往绝路上逼，和把伊朗这个国家或者把波斯人民往绝路上逼是一个概念吗？他说打伊朗如此费劲，他这个说法本来就不对啊。因为我看美国打伊朗一点都不费劲啊，上来就把领袖对吧40多人一把带走了。现在伊朗已经炸个稀巴烂，什么核武器什么导弹都没了，打得非常的这个顺利，叫砍瓜切菜，没有任何的有效的抵抗。胡锡进老师认为这打得如此费劲，也不知道他怎么得出这个结论啊。说到阿富汗的教训，确实是啊，阿富汗的教训那应该怎么看呢？我认为是美军呢不该撤，这是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你看美军一撤，现在阿富汗也怎么了呢？这个倒车开的对吧？现在连巴铁都要揍他，好像大国现在也不待见对吧？这个塔利班了。就是在胡锡进老师看来，这个阿富汗变成现在这样子是好还是坏呢？这阿富汗的老百姓就应该这样的吗？所以说啊，这个胡锡进老师他没有是非观念，只有立场。但是胡锡进老师他是非常复杂，就是他是那个叫什么精神分裂，有一点这个倾向啊。你不能不说3月14号胡锡进老师发这个微博啊，稍微好像正常了一点，结果还没过1天啊2天，今天啊他又发个微博，又开始呼吁伊朗殊死抵抗。胡锡进说啊，伊朗肯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他今天发的微博啊，他说美以就这么炸下去，伊朗被炸掉的目标会越来越多，美以要宣布军事上的胜利，可以说的话很多，吹牛的本钱不少。可是伊朗就是不服，只要伊朗封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就同样可以说胜利，这是非对称的2种胜利。你看胡锡进老师啊，这2天前还说对吧，封霍尔木兹海峡对他不好，油价涨了，今天又在呼吁啊，支持伊朗封住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政权只要存活下来，这是胡锡进老师说的啊，他这个地方他就说伊朗政权了，只要存活下来并且维持抵抗，对美国来说就很糟糕，后者就不能说他们政治上胜利了，征服了伊朗。这是胡锡进老师在许愿啊，就胡锡进老师认为这美以这么炸，伊朗这个政权还能维持下去，这叫一厢情愿，炸着炸着政权就垮了，对吧？现在快要到临界点了，特朗普把那个哈尔克岛这一占领，那政权很快就要没钱了，没钱打什么仗啊？老胡相信随着轰炸持续，伊朗民众将
经受更多困苦。梅姨就是寄希望于伊朗民众最后受不了了，起来造反，最后引发军队哗变。这大概是美国不发动大规模地面入侵就取得胜利的唯一指望。但这只是掐算，把战争结局寄托在敌国民众的身上，这无论在政治还是军事上都是挺滑稽的。这种事可遇而不可求。这个是胡锦老师典型的这叫自说自话。自己一下成了特朗普肚子里蛔虫，认为这个特朗普你就是这么想的，你这么想的，所以你就很滑稽。问题是特朗普是这么想的吗？不一定啊，对不对？你肯定是这么想的，对吧？所以你很滑稽。胡锦说直到今天，伊朗社会看不到任何可能暴动的迹象。之前反对派示威声势很大，但是那些反对派里恨美国的同样少不了。现在伊朗民众支持抵抗的声势非常浩大，这都是胡锦老师自己伊朗媒体看到的。那当然是这样的，说所以特朗普很着急。特朗普着急了吗？支持他的美国精英们也很着急，因为他们虽然有把握把伊朗炸得更惨，但他们就是没有把握打开霍尔木兹海峡，并且迫使伊朗政权投降。胡锦老师下面接着意淫自己在那儿想象，他说这场战争接下来最值得看的绝不是美国炸了伊朗哪些目标，现在不仅伊朗政权，更像是伊朗这个国家已经铁了心，你们爱怎么炸怎么炸，把伊朗炸平了，只要伊朗人还有口饭吃。你看看问题在这儿，这个有很多网友一看只要伊朗人有口饭吃，武器的库存还能维持战斗，他们就要坚决抵抗下去。这是胡锦老师说的但是伊朗人还有口饭吃吗？年前就看闹事了，就是因为没饭吃，人家已经闹事了，现在再一打，对吧？你石油外汇没了，你还有饭吃啊？这胡锦老师自问自答。伊朗人有口饭吃就战斗到底，那没饭吃呢，马上就没饭吃了在人们的想象中，国家不至于这么决绝，弱者投降很可能是分分钟的事情。但老胡告诉大家，任何国家只要你把它逼到墙角，都可能这么干。只要他们还有力量抵抗，还有一丝胜利的希望，坚持就是高概率的选择。这胡锦老师就是叫忽悠大家，叫移花接木，黑白颠倒。老胡告诉大家，任何国家只要你把它逼到墙角，都可能这么干。他这里面也不说政权了，也变成国家了。你看胡锦老师在政权和国家之间来回切换，也根据自己需要，想怎么换怎么换。还有一个历史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老胡告诉我们，我们看历史书，历史告诉我们，答案跟胡锦老师说的相反。按照胡锦老师这个说法，那大明就不会亡，大宋也不会亡，对吧？南宋也不会亡，北宋更不会亡，二战日本也不会投降，德国更不会投降。所以胡锦老师说的完全是黑白颠倒。胡锦说伊朗现在每天还能往以色列扔导弹，伊朗军方表示迄今扔出去的导弹都是10年前造的，很多新型号还没使出来呢。胡锦老师说不知道这些宣布真实度有多高。你看现在胡锦老师也怀疑了伊朗那边宣传夸大，水分太大，不能信了。但是他还是抱有这个一种希望，就是这种侥幸心理，他万一是真的呢？就这种心态但即使有些吹牛，也显示伊朗的政治决心非常坚定政治决心靠吹牛来坚定，这是胡锦老师的逻辑就是你吹牛说明你很有决心。而且他们的确把霍尔木兹海峡封得死死的，他们离山穷水尽还早着呢，这是个人判断说伊朗离山穷水尽还早，霍尔木兹海峡封得死死的，这个纯粹是胡说八道。霍尔木兹海峡根本就没有封得死死，也就是说这个伊朗他已经没这个能力和实力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他真的是吓唬、恐吓、威胁。他只要这么一威胁，保险公司就不敢投保，保险公司也不敢投保，这些船东就不敢走，对吧？开船的也不敢走谁去玩命都是赚钱，对不对？万一跟鱼雷干上了，或者什么水雷，对不对？或者是无人机上面炸一下也受不了所以人不敢走实际上伊朗是用嘴把霍尔木兹海峡封得死死的。这个胡锦说他说敌人在天上，意思是美国和以色列在天上，就是空军呗，他们不敢下来，他们怕死。这个判断是伊朗政权带领国家保持信心的另一大重大来源。这个就是胡锦老师完全是胡说八道了。你不知道这个判断从哪儿来的就是美国输不起，就是美国人不能死人美国打仗就出不起钱，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就快5年了，胡锦老师也没说俄罗斯陷入困境但是美国打伊朗才打几天，半个月嘛。胡锦老师认为美国已经陷入困境没钱了。你不知道这个逻辑从哪儿来的到现在还在坚信美
美国不敢派地面部队，好像那个美国的地面部队是叫什么绣花枕头。那马多罗是怎么抓走的？这胡锡进老师又忘了，拉登是怎么被干死的？马多罗是怎么抓走的？当然说最终结果无法预料，但是就今天和接下来可预见一段时间的情况来看，遇到这么个认死理而且很强硬的伊朗，不敢出动大规模地面部队的美国，算是遇到了大麻烦。这个胡锡进老师说的美国遇到大麻烦，完全是他心理投射，这是他的许愿，希望美国遇到大麻烦。但事实上美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啊，这打仗就是这样。在胡锡进的眼里啊，就是他是宣传，他不是叫什么事实啊，他是宣传出身啊。宣传什么意思啊？宣传就是说，同样啊，就是镇关西被卢提辖3拳打死了。如果胡锡进老师站在镇关西这个角度立场说话，那就是卢提辖输了。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你没有1拳打死他，所以你输了。鲁智深不行，要么就是你看你虽然把这个镇关西打死了，你看镇关西的血不是溅你一脸都是吗？衣服上都是血，你看看多狼狈啊，你输了。要不然就说你看你不是还不是屁股上挨了镇关西一脚吗？所以你输了。这就是你要站在镇关西立场，你完全就可以这么说，对吧？反正是卢提辖输了。再不济，对吧？你看卢提辖这个不被官府通缉吗？还是输了，对吧？这叫宣传。要么就说你，对吧？3拳打死不行，你应该30拳打死才对，慢慢打，对吧？把时间拉长，你打得太快，没有流量，对吧？群众还没围过来看，你就死了，散场了，对吧？你打1上午，慢慢打，那不看的人多吗？流量大，引流啊，对吧？你打一会儿歇一会儿，歇会儿再打一会儿，多好，对吧？这个价值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总之反正胡锡进老师肯定能赢啊，就是他这叫宣传呢。谈判嘛就是这态度啊，就是你怎么整你都是输啊，一出手你就已经输了，对吧？或者卢提辖还没出手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所以这个也充分说明胡锡进老师这种矛盾的心态啊。一方面自己股市受不了了，这个美国的炸弹不是丢在伊朗，是丢在胡锡进老师的账户上面。一方面他也希望，对吧？伊朗要拖住美国，实在不行要溅美国一身血，恶心他。但是这一切啊都是胡锡进老师许愿，最终结局一定会让胡锡进老师大失所望。当然了，他也没有什么失望不失望的啊，也保他下一个老朋友了，老朋友越来越少啊。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